老七啊，你可否告诉为师，你是怎么击败彭昌的？师父，弟子愚笨，这些年进京，一直进展不大。可是前些日子，弟子突然发现，能够驱使自己的法宝。可是为师记得，我只教你到第2层的法诀，你能否告诉你这个孤陋寡闻的师傅，你是如何绕过第3层，直至第4层境界的？说。请师父责罚。责罚？背师偷艺，这是我青云之大忌。轻则面壁数10载，重则废其道行，逐出师门。你以为你师姐能唬得住你吗？灵儿，师父，弟子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辩。无话可说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！小凡！师傅，师傅，请师手下留情了，师傅，师傅，就请您饶了小凡这一次吧。小凡，师傅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，师傅！小凡，请师傅手下留情，师傅，师傅，小凡，好好照顾小凡，我去劝劝你们师傅。是师娘。小凡，你醒醒！小凡，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，你醒醒！小凡，你没事吧？小凡，你醒醒啊！小凡，你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。小凡，你醒了，真是谢天谢地啊！对了，这是师娘送来的药，快吃了吧。谢师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怎么觉得我反而好些了？一定是师父刚才打你那一掌，让你因祸得福，把你肺脉里的淤血清除不少。哦，哎，师父呢？他还在生气呢，师娘在劝他。哎，我说你呀，真是倒霉，每一次都撞到师父的气头上。哦，还有啊，七脉比武跟我们大珠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这不，大家都回来了。原来大家都输了。不是还有你吗？今天比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明天啊，你对阵小珠峰的陆雪琪师妹。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啊随便打打就行，千万别再牵动旧伤了，啊。嗯。师姐也输了。啊。今天她还在后山哭呢。本来输了比赛，已经够难受的了，我爹还骂我。是，小凡的心法是我教的，可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只不过你那张师弟确实赢得太过古怪，你爹才会大发雷霆。这不能怪你，灵儿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很难过。
程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难断的情愫，梦中的安躲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，时光交错，一份情着了火，一颗心着了火，谁为谁失魂背师偷艺，这是我青云之大忌，重则废寝道堂，逐出师门。张小凡，你到底修习了什么旁门左道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不会法术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爱难临摹，用我一生陪你陪我，手到恒星都坠落。今天这是最后一场了吧？我们大祝峰就只剩小凡了。天师弟，瞧瞧你教的这个好徒弟，看来无论谁跟着张小凡比武，不在床上躺上个10天半个月，是很难再站起来的。比武比武，比的就是一个武。所谓刀剑无情啊！师兄啊，难不成还把人抓到戒律堂治罪不成？
娘，我出去玩了。小凡，早点回来吃饭啊！我知道了。抓不着，站住！看我还抓不到你，抓到你了还想跑？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靖宇。师傅，是你，徒儿。进来这一段时间，你可好？在青云门，有没有学习他们的法术？没有，我什么法术都学不会。好吧，哎，我给你的那个宝物，是否有妥善使用？你不是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它扔了吗？不能扔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宝物以血为祭，你杀的人越多，他的力量就会越大。他嗜血成性，只要你不停地杀人，他越来越强大，你的法力才能强大。等待有一天你法力强大了，我踏平青云就指日可待了。张小凡，杀了他，杀了所有人。张小凡，那是你的心魔，不要被他控制。杀了所有人。张小凡，醒醒！张小凡，师姐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你的心魔，我们被困在你的回忆里了，必须想办法消灭它。这就是草苗村被屠杀的那一天，是我最
会安全的把你送离这里。出去以后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：杀了我。 张小凡，想点高兴的事情。心魔因怨愤而形成，不要被它影响。你就没有一点快乐和希望的回忆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何曾有半点希望？哼！张小凡，张师弟但凡在这世上，就算只有一个人与你并肩作战，你也不可以放弃自己。醒醒，张小凡！醒醒，张小凡！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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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没事吧？小凡，小凡，小凡。4名弟子胜出，正是林惊羽、曾叔叔、陆雪琪以及张小凡，却因陆雪琪和张小凡胜负难分，又未能参加最后的决战，所以最后一场也未曾胜。青云门是没人了吗？连那个张小凡都能进入4强。哦，你知道此人？此人如何？平庸至极，不堪一击。听闻此人凭借一件奇怪法宝，与天涯剑战成平手，而道玄以及七脉首座查了1个月，也未曾查出个缘由来。天地之大，无边无际，自然有一些不世出的奇珍异宝，青云七脉也未必都知道。此人能有此机缘，怎么能说是平凡呢？听闻4名弟子在修养结束之后，会一同前往空桑山。爹，空桑山附近是不是有咱们总坛的人埋伏呀？于都城中，合欢派与万毒门的人已埋伏很久，不知宗主的意思是？爹，不如让我去。后发制人，先发制于人，让他们交锋吧。我们暂且
按兵不动。小凡，师姐，哎呀，过来，你躺了1个月才下床，瞎动什么呀？娘专门嘱咐过，你的病要安心静养，不能太劳累了。师姐不用担心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你那是外伤，体内经络伤的可严重了。若不是我爹娘花了老大的精力给你救治，我看你的小命啊就保不住了。我又给师傅添麻烦了。你看你又在瞎说什么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你不是跟陆雪琪比武吗？之前我爹不是打了你一掌吗？原来那一掌啊是在帮你清淤血呢。哎，我爹这人啊，就是太爱面子了，除此以外什么都好。所以呢，你也别怕，你是我们家的人，我爹啊肯定会护着你的。哦，还有，近300年以来，除了我爹参加的那次奇门会武以外，这大珠峰啊，还没有哪个弟子有你威风的。那都是我运气好，不作数的。那也是你赢了，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还有林惊羽、曾叔叔，倒是齐师兄，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然败了。师姐，你和齐师兄……小凡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齐师兄真的是两情相悦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。可是我爹娘就是反对，不让我们在一起，还说我不懂事。这次连娘都站在爹那边，他们从来没有这么骂过我。师父和师娘一定是为了你好，他们是你的爹和娘，肯定会为你好，不是吗？哼，为我好，为他们的面子还差不多。因为齐师兄啊是通天风的，所以呢我们俩在一起，他们肯定会觉得在掌门面前丢了面子，根本就没有为我想过。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意我这个女儿，还是在乎他们的面子。哼，师姐，好了，你也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肯定是要跟齐师兄在一起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跟他在一起。我们已经山盟海誓过了，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对，就算等到海枯石烂，我们也会在一起。师姐，我知道你这个人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是你决定的，谁也拦不住。哎，在大珠峰，只有你最懂我了。师姐，我祝福你和齐师兄。还是我师弟对我最好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行了，有伤在身，不必跪了。承蒙师父和师娘的救治，还有各位师兄的照料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老七啊，为师在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这个黑棍子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讲。那天我与师姐去追小辉，坠入了后山的深谷中。后来我在水潭中捡到他。老七啊，你可知道
此物现在与你是血脉相连，只怕是血炼之物啊。血炼之物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会吸食主人鲜血的法宝，就叫做血炼之物。此法宝一旦吸食了你的鲜血，将把你认为主人。能够驱使此法宝，乃是我青云门中人所不耻的行为。自古以来，只有魔教中人方知一二。师父，弟子的爹娘和全村的人，都是被魔教所杀。我怎么可能练习魔教的功法？而且这个血炼之物，我听都没有听说过，更不可能练过。我与掌门和其他各脉首座仔细参详过此物。这宝物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是暗藏煞气，以我等的修为，都无法驱动。老七啊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师父，我确实是无意当中得到的这根棍子，却不知为何我可以驱动它。好，既然这样，老七啊，你随我到通天峰去。至于你有没有命回来，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是，师父。小凡，师兄，不必再试了，他没有魔气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没有魔气。此前我已经查过了，小凡得此宝物纯属偶然，而且他更不懂什么魔道的法术。此子奸邪无比，他的话不可信。苍松师弟为何如此肯定？此子若非有魔教之人的指点，他的法术，他的见识，怎么可能锻造出这样的法宝？所以说，他必定是魔教的奸细。苍松师兄，依你所言，张小凡这么多年以来是处心积虑地潜入我青云门下喽。而且他怎么敢在七脉会武中于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此法宝？魔教中人行事，向来难以猜测。
行为有些古怪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你这话说的，未免有些牵强，有些强词夺理了吧？哼，我强词夺理？那我请问田师弟，我们正道中人，有谁会用这样的法宝？我徒弟要是魔道的奸细，师兄，你门下的林惊羽恐怕也不干净吧？你，林惊羽走了，我的徒弟岂能和你这个笨徒儿相提并论？当然，我的徒弟比不得某人运气好，一路上都靠着别人弃权轮空才得以晋级，居然好意思跟我在这儿大言不惭？难道他跟陆雪琪那一场也是运气？就因为那不是运气，所以他才会输得那么惨，输得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也想验一验我浪的虚名啊？田师弟，好啊，我倒想领教领教。那就来吧。放肆！你们两个当我这个掌门人不存在吗？掌门师兄息怒。田师弟，兹事体大，这件事情不得不慎重决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是。掌门师兄，此子所用魔法，甚为阴邪，我们可不得不防啊！苍松师兄，你口口声声说这孩子修习阴邪恶毒的法术，那么我想问，他从入门至今到底如何阴邪，又如何恶毒了？魔教的妖术，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？这么说来，苍松师兄对魔教的妖术也是一无所知，怎能辨认此物是阴邪恶毒，偏要诛杀他于死地呢？师妹说这样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诸位师兄，此间之事，一来我等对血炼之物所知不多，虽有所耳闻，但也是多为揣测。若不是，岂不是冤枉无辜？二来，这孩子年仅18，他的背景大家都清楚。如果非要认为他是魔教中人，那岂不是与理不合了？师妹啊，你这么极力的为这个少年开脱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不像有些人看不得同门别派出了人才，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便拿住一些小事赶尽杀绝，毫无道理。好了好了，怎么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？大家都坐吧。各位都有什么想法？掌门师兄，我以为水月师妹说的有道理。这个孩子来历清白，入门之后就从未下山，或许真的是机缘巧合才得了这件法宝，也说不准。反而是我青云之福。此事我同意苍松师兄的说法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让魔教趁机得逞。青云是古代正魔交战的战场，若有上古遗宝，偶然被张小凡识得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掌门师兄，这些日子我和苏如一直在为小凡疗伤，期间也曾探查过他的内功修为。这孩子的修为并不高，此次获胜，
这法宝固然重要，但究其缘由，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无畏之心。一个武功并不高超的弟子，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毅力，一路打入4强。这么好的成绩，我们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吗？不能言而无信呐！这么多年，我们师徒形同父子，我十分了解这孩子。虽然说有些愚钝，但心性还是很纯良的。掌门师兄，我愿以性命担保，张小凡与魔教绝无瓜葛。我也觉得张小凡不像是魔教中人。这黑棒虽然力量强大，但却内敛其中，不似我等以往见过的魔教凶物，凶相毕露，力量无比强大。掌门师兄，魔教中人凶险恶毒，我们是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。苍松师弟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掌门师兄，做主就是。小凡，你先起来吧。多谢师叔师伯，多谢师父。按照赛前所言，胜出的4名弟子可于9仪鼎中学习我派至高的功法。一才，参见师父，各位师叔。你带小凡前往峰回峰，并通知其他3位胜出的弟子，于9仪鼎中学习功法。小凡，把你的黑棒留下。是。走吧。宁杀错也不放过，此乃是魔道中人所为。我青云自居正道，光明正大，于是宁可放过也不错杀，否则的话，又跟魔道中人有何区别呢？苍松师弟，你执教我派刑法100多年，遇事公正廉明，为兄心中十分的钦佩。可是你这10几年来杀性愈盛，戾气渐重，为兄心中十分为你担忧，你可知道？苍松师爷，知错了。师兄啊，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张小凡他已经入了魔教，可毕竟他与此物相处多日，万一将来有一日他因为此物而入了魔，那又该如何是好？为防隐患，我看不如就将这张小凡逐出我们青云门。凭什么？我大竹峰这么多年才出现这么一个优秀的弟子，既未入魔，那就是凭自己的本事胜出的，凭什么将他逐出师门？凭什么？啊，各位师兄弟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将这法宝带回到峰回峰。内子和犬子平日里专好喜研各类法宝，或许能参详一二。倘若此法宝无害，我再将它归还大竹峰就是了。这样也好。
既然几位师侄都进入了七脉会武的最后4强，那就遵守承诺，将乾坤九仪鼎的神功传给你们。这九仪鼎传功，每位弟子一生中只能获得1次殊荣。好大的气场啊！爹，这个我们可以自己选吗？不行，九仪鼎的传功会根据你们修行的功法，给你们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青木法咒可以降服灵兽，我喜欢哎。青云功法好像和我身上的功法融合了。好了，功已经传完了，回去以后都要勤加练习。曾叔叔，干什么去？哎，爹，这七脉会武胜出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下山去于都了？谁说的？又是你娘说的？胡说八道！这些事情自有掌门安排。一才师侄，你陪我去一趟祖师祠堂，安置好这九仪鼎。是，师叔。好，小丸，你是不是还在因为那天比武的事情生气啊？你不会就这么不理我了吧？我知道。其实那一天你第一个向我发难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我。有你拦在前面，其他同门的师兄弟就来不及动手了。你果然懂我。当时看你的神情，我还真怕你想不开呢。其实我刚开始还以为你不相信我。可是后来我想了想当天发生的情况，我就明白了。谢谢你啊！哎呀，我曾叔叔既然认了你这个兄弟，就是看重你的为人，随意猜忌的话，岂不是显得我很没有眼光？况且彭师兄后来跟我说了，他那天全力施法，没有留手，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啊，也不知道彭师兄现在怎么样了。早就好了。小凡，这是一些治内伤的药。我去了大珠峰好几次，你师父都不让我进去。我的伤早就好了，留着用吧。
那天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说你修习了什么旁门左道。我当时以为是那个棒子。没事的，星宇，都过去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这件事呢就这么过去了，以后大家都还是好兄弟啊。走吧。哦，对了，小凡啊，你的法宝还在我爹那儿，我得想个办法把它弄回来。怎么弄啊？让我想想。小凡，你那个黑色的棒子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在后山捡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法宝。哎呀，管他正不正道，青云那帮老头子就是这样，只要东西不是青云出产的，他们就说是旁门左道。哎，景宇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千万别跟你师傅学那怪脾气。曾叔叔，你骂我没有关系，说我师傅坏话可不行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。青云门功法总纲的第1节里说的是什么？天地万法，殊途同归，是也不是？哎，功法不分正魔，人心才分善恶。亏你还是戒律堂首徒，一个人到底是善是恶，难道是由他的法宝决定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法宝的善恶取决于持有它的那个人。是我太偏执了。这不就得了吗？一个人会被法宝所控制啊，是因为他的心里有心魔，有怨愤和痛苦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每个人都有，我们只要时时警惕，修身养性，才不会被法宝控制，驱除心里的恶就行，对吧？走吧，咱们喝酒去吧。聚众酗酒，你当我戒律堂死的呀？哎呀，要酒！哎呀，给我们家亲亲小凡治伤的。走走走，喝酒去。你的亲亲雪琪怎么办啊？亲亲雪琪这会儿不在嘛。一才，怎么了？哦，师叔，我这2天忙着七脉会武的事，有点头晕。无妨无妨，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喝下这兽神之血，你便将拥有强大的力量。不过，你得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每当月圆之时，你将会短暂地变身为嗜血怪物，眼中只有杀戮。你现在敢喝吗？那天和你吵完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我虽然进了前4名，但是心里却没有半点高兴的念头，生怕你受了委屈又闷在心里。别在意，都过去了，我不会生自己兄弟的气的。你这个人啊，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其实你什么都懂。我知道，你什么都记得。跟陆师姐交手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心魔。心魔？草庙村被屠的那一天，也是我们去青云山前的最后一天。都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还一直记着父母之仇。有一点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草庙村会遭此毒手？在心魔幻境里，我感到一些事情，我觉得一定另有隐情。什么隐情？谁？是不是道鼎的贼啊？我去禀告师傅。快，追！
叶凡，我居然可以驱使法术了！先把金玉送回山。快走！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苍松，你以为你知道当年炼血堂救世的人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你的秘密了吗？你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等着吧，宗主会来找你的。兽神之血如此强悍，你应该感谢宗主的恩赐才对，怎会如此狼狈？竟然就这点能耐，宗主早就看出你有问题，所以才会让你喝下兽神之血。今日若不是我救你，你早就一命呜呼了。如果被正道之人知道的话，他们的大师兄、大英雄竟然是个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怪物。魔教妖人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放心，我是奉宗主之命过来帮你。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是吗？看得出来，你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你喝过兽神之血。从你的眼神里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有野心的人。你在利用兽神之血提高自身的功力，但是要被人知道的话，你必当身败名裂。在你们正派里，如此在意正魔之分，你的任何解释，他们都不会相信。不过我还不想让你那么早暴露，在这里多一颗棋子更有用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是绝不会受你控制的。不要说的那么绝对，你会需要我的。如果你还想摆脱兽神之血的控制的话。什么？这东西有解药？莫急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来找你。在这之前，你还是好好享受它给你带来的力量吧。哎，真是，没想到这个药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兽人到底是何来历啊？一次比一次厉害，还有上次偷鼎的贼人，这么了解青云的行事，难不成是在门中修炼？哦。我们戒律堂是非是分明的，还站在这里干嘛？跟我进去。
师兄，我已经将九一鼎送回祖师祠堂，可惜尚未找到蒙面贼。这千百年来，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觊觎我九一鼎中的功法，但都因我青云的声威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此人能够潜入峰回峰，又破了你的封印，定非寻常之辈。苍松师弟，你可查出蛛丝马迹没有？哦，师兄啊，这几日我亲自排查了七脉珠峰，又让弟子在青云山附近搜捕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行动。我想这个蒙面人可能觉得我们戒备森严，已然走了吧。先有炼血堂潜伏，又有蒙面人为祸，看来魔教定是有所谋划。距青云上次大战已逾100年，居安思危，我们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啊！师兄说的是，我让所有的弟子加强防备，绝不让青云落入危险的境地。想什么呢？我恨死你了！老七啊，为师说句实话，我不喜欢齐浩，并不是不想让灵儿嫁到通天峰去，而是齐浩这孩子太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，心地不纯，难堪大人。一个修剑之人，最忌讳的是心生杂念。你师姐看上谁不好啊？偏偏就看上了齐浩，哪怕换一个也好啊。林惊羽、曾叔叔，哪怕是你老七也行啊。可惜啊，你师姐她看不上你。是我配不上师姐。老七啊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你跟你师姐那可是青梅竹马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很喜欢师姐，可是师姐喜欢的是齐浩师兄，这就像当年师娘喜欢师傅一样，她喜欢的就是那个人，换不了。
而且我觉得，齐师兄也很喜欢师姐，因为他愿意哄她，对她很温柔，也很迁就的。喜欢一个人，可以为他去做任何的事情。我相信7号师兄为这师姐是愿意做出改变的。也许在师父的眼里，齐师兄还不够好，可是就算是最好的，只要师姐不喜欢，那也没有用啊。师父，不如成全他们吧。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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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我爹说什么了？大师兄说你跟我爹喝了会儿茶，然后他就同意我跟齐师兄的事情了。没说什么，师姐你开心就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凡，谢谢，谢谢。别闹了，美少年。这么没精打采的，没吃饭啊？又在伤春悲秋了？思春的少年郎哦，你还好意思说我啊？昨天啊，听秦昊说的挺高兴的，和你师姐这事儿，你是彻底没戏了吧？早就没戏了，你现在才知道。来，抱抱，不难过啊。我都难过完了，可是显得心里反而空荡荡的，好像少了一块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不知道做什么？不知道做什么？你跟我下山去吧。啊！掌门师伯已经派鲸羽跟雪琪调查魔教行踪，前往空桑山了。鲸羽怎么没告诉我呀？我们也去不就完了吗？正好，找我家亲亲雪琪去啊！别闹了，我的法宝都上交了，下山挨你的亲亲雪琪的刀子呀！怎么说话呢？你看，哎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爹和苍松师伯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个月没搞明白，我呢就找了彭昌师兄，到处起哄。这堂堂戒律堂也不能霸占一个年轻弟子的法宝不还吧？苍松师伯面子上挂不住，他就交给我爹了，这不就还给你了吗？谢谢你啊，小叔叔。嗨，前几天呢，我于都的外公来信说他生病了，让我前去探望。我爹呢虽然舍不得我吧，也不能让我不孝啊，所以呢，咱们明天就出发吧。一方面啊，
去策应我们家亲亲雪琪，一方面呢，到于都的时候去探望一下我外公。走吧。走。不行，你说师傅会答应我下山吗？哎呀，你不去问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让？师傅，来了。按照规矩，7脉会武之中胜出的4位，要下山去历练。既然曾叔叔已经来找你了，为师也不便把你留在山上。谢师傅。啊，好了，老七啊，你也先别高兴太早。为师问你，当日拜师之时，可还记得我跟你都说过些什么？天地间浩然正气长存，若是想入我门下，一定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好。老七，下山之后谨记，不要丢了为师的脸。弟子谨记。师兄，小辉就劳烦你照顾了。放心吧，只要他别在师傅面前瞎折腾，就不会有事的啊。唉，这一眨眼啊，小凡都要下山了。来，拿着。下山之后千万别游手好闲的瞎晃荡，办完事儿早点回来啊。小凡，拿好啊。这是师兄几个呢给你凑的一点路费，厅长，这里面可是有大师兄的老婆本呢。你说，我说你记得回来的时候带礼物啊，说不定大师兄跟小师妹都成亲了呢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害羞了，害羞了。小凡，师傅师娘他们不喜欢离别，他们就不来送你了。你在外面要多多保重啊！我们等着你回来。等你回来。师妹，小心！你说这东西靠谱吗？我怎么觉得它这么容易散架呀？都坐上了，你还能把它拉起来？小凡，一路小心，坐太累咱就遇见啊！去吧，小心啊！怎么不相信我啊？你们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保准没事。小凡，小心啊！小凡，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小心点啊！保重啊！放心吧。出发！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叔叔，慢点！你看着点儿。千万当心啊！叔叔，你抓住了啊！小心！小凡，一路小心！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夫人呐，你说就老七这秉性，他出去了，会不会被人欺负啊？舍不得啊。
要不你也跟着去？是，嗨。哎呀，小凡师弟这一走啊，看来以后厨房做饭这活还是得我来。师兄，林师弟，小凡呢？师傅让我约他下山。他刚走。哎，你别追了，那玩意儿你追不上的。哇！叔叔，你这机关鸟要飞多久啊？是鲁班渊，我怕你伤还没好全，御剑不灵，还没完全做好呢。第一次飞啊？那你不会御剑带我吗？御剑多不潇洒，吹的头发也乱了，脸也歪了，不如做这个逍遥自在。自在？现在倒真自在了。哎，前面有鸟，快躲！啊，躲不开了！啊啊！小凡，小凡，哎呦，啊，小凡，我看看，哎呦，别动，啊，肯定是腿扭着了，这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扶我起来，来，哎呀，不如我给你揉揉吧。别揉，啊，小凡啊，我说你过年的时候，你师娘没给你压岁钱吗？青云门受伤不断，一出来又是你受伤。还不是得怪你做了这个什么不靠谱的什么娘？不是，他这不叫娘，他叫鲁班渊。管他叫什么呢？走。吓死我了，小凡，你受伤了，你有没有人性？我怕黑呀。那一块儿进去吧。好吧。这鬼地方怎么这么黑呀？大哥，咱啥时候才能有吃的呀？对啊，大哥，咱们辛辛苦苦几十年，才攒上这么点银子，这一下全没了。青云门那群人简直就是土匪强盗嘛！对，说的土匪强盗，就是强盗，那是抢嘛，简直太没人性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年老大惨死在青云土匪的剑下。我说你们就不能韬光养晦几天吗？行了，都别哭了。外边就是于都城啊，于都城里那是人傻钱多呀。干嘛呀？咱们养足了体力，冲到城里，捞他一把，重新招兵买马。对，狗爷说的对，狗爷说的对，说的对。我还听说，空桑山附近有咱们黑心老祖的万福古窟。万福古窟，太好了！不要气馁，
对，对，说的对，狗爷说的对，听狗爷的，听狗爷的，对，听大哥的，对，说对。行了，大家先睡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睡吧，都睡。哎，行了，睡吧。哎呀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闹鬼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大晚上你戴个面具干嘛？吓死我了！江湖行医，面有残疾，以免吓到孩子，所以才戴的。那你可以换一个可爱一点的嘛，要不然我给你做一副特别可爱那种，全当谢礼了。戴了几十年了，习惯了。哇！你的腿已经好了。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啊！请问先生贵姓啊？我姓鬼，大家都叫我鬼先生。先生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？这个义庄是我的家。你家？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出去之后，沿着这条路向下走，半天的光景，你们就能到达玉都。多谢先生，多谢。